大家好，我係 Stephen 啊。你好啊，楊律師。你好啊，Stephen。係楊律師，最近嫲嫲佢過咗身喎，咁但係咧，你知老人家咧思想比較傳統，咁所以咧從來都冇一個立平安紙嘅一個概念啦。咁最近咧，我爸爸幫佢委託咗律師啦，就幫佢搞緊遺產承辦喎。咁你知啦，手續好麻煩，好繁複噶嘛，有好多文件要提供俾法庭喎。咁但係你知啦，有好多文件都年代久遠啦，想揾都唔知去邊度可以揾得到，好麻煩啊！都係㗎，如果先人喺未立平安紙之下去世嘅話咧，佢個遺產係需要佢嘅遺產管理人根據香港法例第73條無遺囑者遺產條例當中嘅解釋去分配嘅。再加上要成為先人嘅遺產管理人，除咗要向法庭提供一切能夠證明同先人關係嘅證明文件，仲要向法庭提供證明資格，手續上都唔簡單。所以如果先人能夠喺在生嘅時候訂立到平安紙，日後要處理遺產承辦嘅時候咧，就可以按照先人嘅意願去委託佢信任嘅遺囑執行人，同埋以佢嘅意願去分配佢嘅財產俾佢嘅受益人嘅。已經寫咗平安紙，真係方便到日後處理遺產喎。都係㗎，除咗可以完全按照先人嘅意願去做之外，仲會方便到後人去辦理遺產承辦手續，其實係一舉兩得嘅。根據香港法例第30條遺囑條例所講，其實遺囑即係我哋俗稱嘅平安紙，其實要符合到條例第5條嘅規定。第一，以書面訂立；第二，立遺囑人要有清晰嘅意願去簽署呢張平安紙；第三，由立遺囑人喺至少2名嘅見證人前面簽名，或者其他人喺立遺囑人面前依佢嘅指示簽署嘅。咦，咁其實聽你咁講，其實係咪我哋只需要2名嘅見證人，其實我哋屋企都可以訂立到平安紙嘅呢？都係㗎，但係必須留意返，雖然平安紙可以自行安排，但係內容上如果未能夠清晰表達出先人嘅意願，有機會弄巧反拙。如果唔係由有經驗同知識嘅專業人士草擬平安紙，用字同規格上可能有唔完善嘅地方，造成日後執行人喺辦理遺產承辦嘅手續上面可能增加咗困難，亦都可能會花多咗錢同埋時間去完成呢個遺產承辦嘅手續，所以都建議先徵詢律師嘅意願先去訂立呢張平安紙嘅。好多謝今日楊律師嘅分享啊！如果觀眾想對於平安紙想要有更深入嘅了解，歡迎大家隨時聯絡我哋Sunlawyers嘅。